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专门将火车位火车医院台铁局台北机场1935年起好嘅，2013年机场西亚到桃园杨梅嘅复工基地过后，几只嘅路边嘅限呢，了为1200亿国家嘅台铁局，本单呢打算囤一个北冲能源嚟完载嘅计划，先前打算囤和师傅合作开发37%嘅土地。按算是得有480亿元好采纳。不过认真北冲喺台湾嘅工业发展，还有铁路历史上有这么重要嘅地位。3月15今日，文化部估计历史建筑审议委员会委员一块通过，屯一个台北机场列作国定古迹全期保留。更加嘅柯师傅也屯一个台北机场都市计划变更案而拆转去嘅。不过安尼台铁唔单止480亿冇系的。还会多付32亿元来涨台北机场，当然还会多出6.5亿嘅维护费用，那有财跳好负担咯。文化部讲会先听一只公共建设计划，由文化部来编预算听首长，也会同交通部台铁来搭合，南北上会规划做国家级别铁路博物馆，唔好一块由台铁来负担。全区指定国定古迹，全区指定国定古迹，动态铁道博物馆，动态铁道博物馆。本次审议会议前，铁路迷才提议领导，伫台北机场内部台上喊，表达希望为了全区都保留下来嘅欣赏。3月15日，是不是该出席会战，就下肯定台北机场嘅历史价值，找文字法题是不是跳，老台北机场决定做国定古迹。台北机场其实它是从蒸汽机的机关头的时代，一直到后来的铁路电气化，包括我们的自强号等等，都是在同样这个工厂里面修复了。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这个战前一直到战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遗产。台铁人工老铁路迷，老台北机场现代合作北冲，1935年10月2號嘅北冲，由17公頃案發。係專門講火車嘅火車進站。台北機場呢，它其實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台灣最重要的一個鐵道的一個維修基地。那它其實最早我們可以推到清代的時候的台北機器局。至今8公里嘅蒸汽區，除係清朝時流到現界。以前我們沒有電力嘛，那必須要靠蒸汽推動。那這個蒸汽錘呢？它其實本身它可以用這個蒸汽錘敲打非常多的這個鋼鐵的部分呢，敲打成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它包括中間的鐵道的線路啦，它的從它的原動式的動力來源產生蒸汽，去驅動整個廠區裡面的修復的機械甚至到這個澡堂所需要的這個熱水的蒸汽，都是這樣的一個動力系統。李中峰路芒果嘅少氣亂斷水，河本辛苦就嚟自意識，歸順路工藝曬，披線台灣嘅人工和成熟腳，地理亞就看得出就集體式人工。這種工業遺產，它代表的是當年的一種工業村的概念，也就是說，勞方跟資方的一種關係已經大大的改善。所以我們會看到有澡堂啦，或者是早年為他們準備的這個餐廳。還有通風採光燈好，當方面仲提興工價類起價，主力工廠領導都見證了北衝嘅發展。到現在為止，還保持了1930年創建時代的一個規模，而且鐵道都很完整。2013年，北衝賽道桃園中梅復工基地過後，出專門庇護。本單台北市政府已經指定主力工廠，連同時團熱工廠、石信通係實體古蹟，彩田工廠、總辦公室、下車工廠係歷史建築，建議附帶保留地基，東露天調查，留意查推。不過，本市民抬頭五團，市民高價勞動線路爆裂，附近呢還有建發商台北分從台流來到嘅北廠，準備處理新一期建發地團，用動態嘅開發壓力。聊天聊天之前，200支客家嘅推鐵橋，老北衝南熱灣仔計劃，希望老台北市政府合作開發兩個樂，按算為主500支嘅收益來補2隻庫。40.5回饋給台北市政府，然後呢，我們自己又捐出20
点多的一个空间啊，整个是67%的空间，作为文资保留跟绿地空间的一个开放空间的一个整个空间给大家使用。那台铁开发的只有占里面的37%而已。它的北边就是一个金华城，南边就是台北文创，包括旁边还有一个叫大巨蛋。那这几个都是重要的，不管是说会场哦，还是饭店，还是商场，这个区位里面已经旁边有太多同质性的设施。第一个，在搞这个所谓的60%要做这些什么办公大楼啦，或者是电影院啊，或者是商场，其实是不无疑虑了。阮东区的吼，3000已经饱和啊嘛，伤济啊嘛。你甲看顺义3000哦，伤过济啊！啊，绿地公园实在是还少。啊，你若讲像这前期保留很好，你只行只后手啊啥，啊你都吼总遐甲维护起来，甲维修起来。餐厅因美国冲山染虫老台气坛，最近大类菜叉老吵吵闹闹动干苦，被虫不经过再狗匮乏。海南中央争议推铁了钱，老文物保孙经过本块来讨论，不经过买足工业来还债。因为你知道一个古迹要营运，它有费用有支出，那我们做这个周边的37%的开发，是为了让这里的营收来挹注到这个地方，国家级的博物馆能够经营得更好。其实根本没有变卖，而且该留的都留了，只是在那些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做适度的一个开发，让这个财源能够来挹注到这个整个经营。不过，文字12为展演会，经过如贵州工业的发展来思考，唔係單強考慮移動建築的價值。甚至在这个1年前他撤走之前，都还是一个活的啊，但是里面的建筑、机具，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产业的遗产嘛。所以从产业遗产的观念保存就不能用单栋建筑，而是用这个铁道的修复技术的整体的脉络来看。我们不应该在100%的去追求所谓的经济成长，那一个账面上的数字，而牺牲掉了我们台湾本身最应该存在的一个最珍贵的文化。那些连100多年的老机器，只要原动式的启动，它就可以再动的东西，它是可以把这样子的地景脉络，然后你看到那个空间的关系呈现出来，它才有办法去理解说这样的工业地景是值得保存这件事情。对全期保留嘅建議，台北市政府講，將為老店內政府12嘅台北基礎都市計劃變更案拆轉來，係那推天美初步案算，按樣唔單搶500億嘅規範地址觸摸睇嚟，還會公司30年營運來漲，當年為6億5000萬元來維護，佢都基本觸摸催條負擔。我們文化部跟交通部也在開會，就是未來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特別條例的，經過立法院通過，來解除他們的債務的危機，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說，是不是行政院有決定，是不是由文化部來編列公共建設計劃，然後來挹注這個土地所有的經費。所謂的台鐵損失的這些容積率，其實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都市計劃的作為。如果在同一個都市計劃區內，譬如說台北市，它可以調派到不同的這個地方。那當然，這個時候就可能不是只有台鐵局的地，搞不好要從交通部有沒有國有土地可以用，甚至於從國有財產署，它可不可以有一些空地，把那個沒有用的容積移過去，等值的交換。理論展認為，既然係決定估計，促進國為用全國嘅力量來保護兩者全面嘅供求財。文化部講，南北將會規劃做國家級嘅鐵道博物館。當時候做全區的保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也是如果它需要更好的一種活的博物館的營運的話，那它最好是全區保存，然後擁有這些軌道，還有每一個廠房的這個系統。那等於是說，那將來它這個地方營運就不會是一種靜態的，而是一種動態的博物館。過去人們才知影講啊。過去這個火車，我們國家的生產交通的發展，都是攏在這個所在。今嘛就是火車是安怎，和大家下一代來了解。除了鐵道之外，其實我們也可以加入航空，也可以加入陸上交通，譬如說巴士、公車啊，
好，或者是说航海，把这些各种不同的交通史，我们一并的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让台北机场变成台湾甚至于是亚洲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博物馆。全卫星和那种规划的离个率比高，台北机场保留下来，且对住几个价值。那这个就是大宫铁道博物馆它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车辆展示的一个空间哦。那它挑高非常高哦。那它本身火车也是就是呈现出一个伞状的一个排列方式哦。他们保存了一辆C57的蒸汽机关车，那个转盘是会旋转的。那个国铁退休的老员工，他们也会来亲自来操作这辆蒸汽火车，然后拉气体给大家听这样子。台中铁道博物馆和中国政府同时嘅体验来相应下，从系说制造司机站是否差两到，平均当年都下嚟几百万人去了。难为见到嘅每小路进行机关查干，群众竟然都动心过。梅小路蒸汽机关车馆里面，它有这个蒸汽火车是可以每天都会行驶，而且可以让那个游客来搭乘的。80年来，图像拆开嚟被长老抬价，处理千重过后嘅夹排开放，赞助下动人可能到佢生动用扮演，了解基础嘅重道嚟。南北推动博物馆，运用办老彩体沙去结合，美动出绕。我们当初带很多人，大家也是说，哎呦，这个东西工厂有什么好看的？没什么的。来看完我们做问卷，讲很保守，真的7、8成人会说，那这样应该全区保留，做个铁道博物馆好像比较好哎。那不管叫做生态博物馆还是社区博物馆，那这样子就可以一方面维持既有的国定古迹该有的馆舍的经营维护或者是文物保存，那更重要的是让社区能够参与，那这样由下而上，让民众也认为这个博物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样子才可能避免有一些人会担心说，划为国定古迹之后会不会变成文字馆？全区保留是系保存嘅开始，17公顷染起，南北用嘅法法利用，牵制运用嘅本，中央会跨部会协调。我们会拟定一个叫做古迹维护的计划，来做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维护啊。但是如果要让它好好的变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博物馆，那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要做。那如何达到这个程度？可能我们就是未来我们要跟文化部，甚至跟台北市政府做很密切的协商。依照文史法规定的话，实际上它变成国定古迹，文化部是一个主管机关的，然后管理机关还是台铁，所有人还是台铁啊。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这部分的话，可能我们要签一个计划报到行政院去，到底这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到底是由交通部来主政，还是由文化部来主政？见证推翻百年工业历史嘅创新，铁道嘅发展，无论啲建筑、产业嘅改变、劳工文化领导，都出佢嘅价值，留望人台北嘅地位。台北機場列入國定古蹟，5位半年都快樂規範的，頭一個輕輕強強，將火車嘅上談唔到咧。不過南北冇停錯，難以火車限係會地咧，再高轉轉。